金墨韵，海纳百川。滔滔黄河，万里东向。6000年前，先民凿刻的岩画点亮了文明火种。2000年前，汉武帝在这里开疆拓土。800年前，成吉思汗在这里秣马练兵。60年前，随着包头钢铁公司上马，这里因美而兴。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建设者们，唤醒了这片沉睡的宝地。40年前，乌海市诞生，年轻的乌海青春洋溢，风华正茂。今天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，乌海市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，开启了新时代乌海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。乌海之路，黄河明珠西部骄子。乌海，黄河进入内蒙古的第一站，这里是改革开放最早的试验田之一，是国家呼包银鱼经济区的重要节点，是自治区沿黄沿交通干线经济带的中心。乌海东临鄂尔多斯高原，西接阿拉善秘境，南望宁夏大地，北靠河套平原，面积1754平方公里，辖3个县级行政区，常住人口56万人。四通八达的铁路、民航、公路网络，打通了立体开放通道，借助“一带一路”与20多个沿线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。黄河明珠，书法之城，乌金之海，沙漠绿洲，葡萄之乡，赏识之城，成为乌海6张金质名片。今天，着眼新发展理念，乌海市提出了以建设区域创新型城市为统领，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根本要求，着力提升人民幸福指数和区域服务能力，全力打造转型发展示范区、城乡融合先行区、生态环保攻坚区、投资贸易首选区、优教优医普惠区的地区发展思路。愿景美好，使命在肩，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心手相携，砥砺前行，奋力走出一条以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。乌海之墨，风雅之城，墨韵飘香。比翼山势，墨含水韵。天赐乌金，以其蕴藏的光与热，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澎湃动力，也让尘封在黄河与甘德尔山的极光片羽化为飘香的墨韵，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之魂。第一个中国书法城诞生在乌海，荣膺自治区10大文化品牌。书法已经成为乌海人生活的一部分，从街道牌匾、建筑装饰到城市标识、公园场馆，从兰亭学校、机关社区到企业军营，到处汉墨飘香。中国书法城、中国赏识城、中国硬笔书法名城，这一张张亮丽名片，推动着文化产业繁荣兴盛。乌海之美，山水绿城，海纳百川。居委大视野，生态大手笔。乌海这座年轻的移民城市，拥有山川壮美、湖城相映、气象万千的大美景象。以山为骨，勾画出城市的天际线。甘德尔山险峻巍峨，桌子山绵延百里，千里山壮观富饶。甘德尔山生态文明景区，似飘飞的哈达，护佑城市吉祥安康。
以水为魂，穿城而过的黄河带给城市灵动之气。西部大开发重点工程黄河海波湾水利枢纽，在城市中心孕育了118平方公里的壮美乌海湖。水在城中，城在水中，依水而居的城市梦想得以成真。以绿为脉，三大沙漠交汇处的乌海，几代人战天斗地，植树造林，筑起了一道道绿色生态屏障，达到17.5%的森林覆盖率，43%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，人均19.9平方米的公共绿地面积，让乌海跻身全国绿化模范城市、国家园林城市行列。绿色成为城市发展的底色。以城为心，围绕乌海湖构建城市发展框架，大漠湖城亮丽呈现。4级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健全，铁路网、公路网、航空网、水利网、市政网、能源网、信息通信网等基础设施网络渐趋完善，具创新型城市呼之欲出，方兴未艾。乌海之变，创新转型生机勃发。砥砺前行，聚力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重任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，充满生机与活力。初步形成以能源、化工、建材、特色冶金产业为主导，新材料、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、特色农业多元发展、多级支撑的经济格局，进入国家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和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城市行列。世界沙漠葡萄酒大赛永久举办地的优势，让葡萄和葡萄酒产业依托“一带一路”走向世界。全域旅游叫响了来沙漠看海的城市旅游品牌。开渠活水，筑巢引凤。通过持续深化放管服务改革，全力打造投资贸易首选区，成为一方投资创业的沃土，地区发展活力不断增强。全面对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，主动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，乌蒙欧国际班列常态化运行，紧紧抓住自治区打造沿黄生态经济带的战略机遇，加快推动乌海及周边地区转型发展，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。乌海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，拥抱未来。乌海始终坚守民生底线，切实增强人民的幸福感、获得感、安全感。连续8年将70%以上的财政收入用于发展民生和社会事业，主要民生指标位居自治区前列，民生保障由政策保障型转向城乡居民共享型，初步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公共资源服务体系。城乡一体化发展进入新阶段，城镇化率高达95%。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，市人民医院晋升为3甲医院。教育优先战略稳步推进，城乡教育实现均衡发展。国家级创业型城市和智慧城市试点建设成效显著，助推人民生活幸福安宁，市民中心一站式服务，让群众生活更加便捷。覆盖全市1万以上人口的高标准棚改工程，圆了百姓安居梦想。乌海注定是一片预见未来的大美之地，敢于无处生万有，能平海阔纳百川。